葡萄，哎，那么早起了，弄啥？二大呢？天没亮就下地了，咋了？我有个事儿，得叫二大做个主。啥事儿？我找到人了。真的？就是那个情诗啊？那个人靠得住吗？靠得住，我们俩都说好了，今天叫上二大一块儿跟我婆婆说这事儿。往后跟了他呀，一道唱戏拉琴，倒也是个乐事儿。瞧你，美的心花花都开脸上了。哎呦，就我那婆婆忒饿了，跟她说肯定又闹翻天了。我昨儿夜里想了一宿，反正我再嫁人，照样伺候孝敬她。她要是有病有灾，我桃米随叫随到。哎，你说叫二大给做个保，会中不会中啊？只要你跟那情诗是拿定了主意，铁了心，有啥事儿不会中啊？那你跟我一块儿戏班接了他，地里找二大去。你给我壮个胆儿，行不？好。哎，我下地里去一趟啊。好的。走。袋子，你给我醒醒！哎呀，戏班子呢？戏班子上哪儿去了？昨天晚上许连长趁乱调戏戏班女戏子，让男戏子给揍了。许连长就带了一连的人过来抓男女戏子，但是老板呢把这俩人给藏起来了。许连长就让他们一早交人，要不交的话，全体戏班的都给绑走。老板一听这话，带着几十口人连夜都跑了。那琴师去哪儿了？我说狗撵腚似的，慌慌张张在那弄啥呢啊？感情是会情人啊！哎呀，人家一想了你那母老虎，还不吓得麻了爪，连夜跟着一起跑了呗。看着好了啊，那铺盖卷都卷走了，哪还有人呢？哎呀！人跑了，你贪吃那个死尸都没用啊！你要对他真有心的，赶紧追他去，到天涯海角把他追回来，问清楚是咋回事。你说的容易，我上哪儿找去？那就看你把没把他当成心窝窝尖了。要真在意他，下地3尺都能给挖出来。先上那下郑州的官道上找，再去火车站，指不定能有消息呢。你说的容易，那好几十里地呢。还不把我鞋底子都跑穿了！你说，但咱说撩就撩了呢，情话都写在瓢把子上了。别嚎了，这会儿子还闹。你要不去追，就接着守寡；要去追了，就算没追着，那也不怨不悔。找就找。哎，你有没有看见一个戏班子从这儿过去啊？我没见到，没见到。戏班子没见到。请问有没有看到一个戏班子啊？没有。哎，有一个男的，高高的个儿，浓眉目大眼睛的。那真没看见。这么高？没看到。咋了？找不着吧？人家要诚心夺你个母老虎，你就天大的本事你也找不着啊！
犯痴呆了，还是犯花痴了啊？怎么说跑就跑了呢？别哭了啊！我上哪儿找他去啊？别好了啊！这行了，别哭了啊！让人听着以为我把你咋地了呢啊！我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呀？啊，咋过？就那一个破戏子，值得你这么嚎嚎啊？啊！行，别嚎嚎了！我告诉你，再嚎，我让你婆子来打你来了啊！奶奶呀！不是，3条腿的蛤蟆难找，那2条腿的人不有的是啊！哎呀，行了，赖婆子啊！来，从哪儿？来，最后一天插秧关秧门，大伙儿来吃鸡蛋讨彩头来。哎，这彩头是一定要讨的啊，要不然手背发肿，要发阳风呢。从哪儿啊？绕田走一圈，带回家，扔在院门口。来年丰收了，粮食就从这门里进去了。哎。娘在家，把今晚宴请帮工的打伞都准备好了，饭菜酒肉管够。鸟养大了就得飞呀，留是留不住的。那不是，爹说不许他走，就不许他走。五和，吃鸡蛋。哎。啊。当兵？当啥子兵啊？儿啊，你说他想起一出是一出啊，是嫌咱家人丁太兴旺了是吧？头脑，你这沾你爹的光，镇长，多少回抓壮丁你都免了，这好自己送上门去啊！娘，您亲眼见过鬼子是怎么祸害人的，连贴那儿都没了。我要是继续留在太平镇，只当个治腰疼腿扭伤的大夫，就空读了那么多年书，白学了这行医的本事。我就是要到外面找个能真正救国的部队，参军打仗，救这个国家。你没想我们呐？你没想我和你爹呀？铁脑要再行，你骑上了天马去闯玉皇大帝的重霄宝殿，我给你举鞭子。这家里就剩你一个儿了，我们这么大年纪了，你心里有我们没有啊？你等哪天你娘死了，连个摔盆子打零番的人都没有，你想过没有啊？娘，我兴许去个2、3年，这鬼子就打跑了呢。不中，一天都不中，还当兵了你告诉我，那子弹长眼睛吗？你要是有个3长2短的，你让我们怎么活呀？头脑，你跟我说，你这是丧气满了，就变着花样的想出门，对不对？完了以后就不娶秀梅。娘，你这又说到哪儿去了？我说的是咱孙家的天大的事儿，你老实着祖宗，你给我把秀梅娶回来啊！咱们续上香火，好好过日子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你这是想哪儿去了？还去当兵打仗？你让我们绝后啊你！没有国哪儿来的家？我正是因为要保护咱们这个家，所以才要去打鬼子。你们到底懂不懂？谁不懂啊？天下的事儿就你一个人操心，全中国就等着你一个人救了。你以为打仗是耍猴啊？说上手就上手，连只鸡都没杀过的人，还想上阵杀人？你要真战死了，那也算英雄；要是
败下阵来，那不是给老孙家丢脸吗？爹，你这是啥意思？你呀，不是冲锋陷阵的材料，要论打仗的本事，还真不如人家云虎。你非要去送死，没人拦着你，只是你踏出这个家门，我们全当你死了。我打小啊就喜欢荡秋千。葡萄，你要是站在这个踏板上，一使劲儿啊，能荡得翻过个去嘞。你哪知道我叫葡萄？莫非你是神仙？哪儿来的神仙呢？我只不过是住在山上的一个糟老婆子。这些年来，你天天到山上来玩耍，难道连你的名字我都不知道？我只当你是神仙嘞，没成想真有你这个人。那树上挂的那个迷魂阵是你捡的不？是啊，你学会了吗？哎呀，莫非你就是祖奶奶托世的？我爹说他找了大半辈子都在找你呢，没想到你就在山上呀！祖奶奶受葡萄一拜。哎呀，快起来吧，快起来！这迷魂阵剪纸啊，不好学，那学不会啊，恼人的很着嘞。即便是学会了，那你的一辈子也都耗在里边了。我不怕恼人，你教我剪啊。嗯。我这是到了阎王殿了。你儿媳妇把你救回来了，不让你死。哎呀，老天哪！我的儿子，老头子，你咋不把我一块带走，让我在这儿遭罪呀？老天不收你，是想让你安生活着，活着比啥都强。往后不许跟你儿媳妇再瞎胡闹了。是。石赖子，赶紧把这俩屋修好了。快30的人了，还跟没断奶似的，没个正形。
老虎怎么打蔫了啊？不像你风格啊！不是，自打那戏子这么一走以后，这脸色就不对，至于吗？哟，啊，还不理人了？这英雄寡妇有啥了不起？不是啊，你这花花肠子这么一闹，这贞节牌坊他就保不住了。回头看你婆子怎么薅薅。信不信我削死你？哎，你别乱说啊！哎，福根他娘，我有点话跟你说。啊，啥事儿啊？我有啥不敢的？啊？你削啊！是这么回事啊。我说赖子，你呀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啊！啊，哎呀，我这脚啊烧伤以后像蒸猪蹄儿似的，您那儿有烫伤膏没？借我试试呗。哟，赖子他娘，哎，你说你家的赖子，他脑子是不是烧坏了啊？儿子，回头娘给你抹一点猪油膏啊。哦，别以为我没招治你啊！你跟那戏子要想咱有点下文，就直接伺候好爷爷我啊，要不然指不定哪天我可就说漏嘴喽。到底想干啥？哎，也不干啥，那就剁双鞋将就穿吧。娶媳妇儿，你作啥妖呢？不是你让做鞋的吗？赶紧把你的狗爪套上。姓何的嫁给姓郑的，正合适。哎呀，正合适是吧？那就把嘴给我闭严实了，这辈子都不许说我那事儿，听见没有？要不然让老娘知道了，管教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放心吧，啊，你看你给我做鞋，给我伺候的这么好，我哪舍得给你供着你呢？哎，回头再给我做身衣裳啊！嬉皮笑脸的，作死啊！好啊，果然让我猜对了，勾引男人勾引到这儿来了啊！娘，要不是我眼睛尖，还真让你给蒙着了啊！到这儿跟男人聊骚了呢，我打死你就不要！哎，干什么呀？娘，娘，你别拿我！可不敢动手啊！别动手！你干嘛？啊！你占了我儿媳妇便宜不得止，你还要占我老太婆便宜啊！这，你快拉倒！我还占你便宜，你要不要脸呢？我占你便宜，我不如抹脖子自杀算了你。哎呀，行了，这看什么看啊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他家婆子疯了就这样。散了！哎，散了！打你！这个赖婆子心真狠，下手这么重。二大，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！二大，你得给我做主啊！啊，你看这点奸夫淫妇，何摸着要害死我，说不定明天会在我饭里面下砒霜呢。花明啊，啊，你说，你跟史赖子究竟是咋回事？他家儿子勾引我儿媳妇，他叫我儿媳妇给他做衣做鞋，这两个人合谋着害死我，好双收双喜呀！你看他手上那双鞋就是铁证。咋回事呀？这双鞋？他家桃明就跟你像一对斗鸡似的，一见面就互相掐，你怎么还让他给你做鞋呢？说呀，你为啥给他做鞋？赖子让我给他做鞋，我哪知道他抽的哪根筋？这还用得着问咋回事？他喜欢你？啥？我喜欢他？
得别逗了，是他癞蛤蟆想吃我天鹅肉吧？那你为啥让他给你做鞋呀？莫不成他有啥把柄攥在你手里？快说。是我让他做鞋。认了吧？啊，要是真有意呀，我看不如这样，让陶敏和她婆婆跟你们拼成一家。本来都在一个院子里住着，他家没男人，日子不好过，你也不能总当一辈子赖子啊！哎呀，我说二大，这哪行呢？我叫你来跟我平理断案，是你这个奸夫，你咋就二赖子跟陶敏拼一家？这算是啥脸啊？这是。你儿子没了，又没留后，你老了指望谁？陶敏是你儿媳妇，这没错。可是你不能让她年轻守活寡吧？哎，这个罪你没遭过吗？你还让她陪着你一块遭？陶敏要是真不理你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你还不如成全了她。啊，你老了一个指望。不中，那怎么中？中！我儿子又不缺胳膊不少腿，难道配不上你家？我可告诉你啊，陶敏她可是个寡妇，进了你家门，你不怕晦气啊？不怕，陶敏还是个英雄寡妇呢。县里每年赏她50斤小米做补偿。我看呀，小米儿就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。哎呀，就听二大的话，病了吧？那就一块病了呗。说啥？哎呀，行了，你这么一闹啊，那整个太平镇都知道怎么回事，何况还有二大做主，总比跟个不知根不知底的野汉子强。方明啊，你自己说说看，县里可是说过了，要给你们几个英雄寡妇整人家，你得表个态。我无话可说。哎呦，二大呀，你可不敢欺负我们孤儿寡妇啊！你咋能让陶敏儿跟石赖子拼一家，这要跟着他？哎呀，我们娘俩都得饿死啊！我不同意啊！我不干了！哎，这怎么是欺负你们？这是让你们来年过上好日子。你让陶敏儿和史赖子成个家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史赖子，哎，你愿意娶陶敏儿吧？啊，想啊，我日也思，夜也想，我做梦都想娶媳妇儿，想的都睡不着觉。好了，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。从明天起，你就给陶敏儿家拉帮头，他家地里的农活都归你，媳妇儿也归你，福根家的产业日后也归你。另外，我店里边也给你找个活计，每个月还能拿点工钱，省得你天天的在街上瞎晃，是吧？一点正经事不干。啥？娶媳妇儿还得干活啊？你以为呢？媳妇儿是白娶的。还有，你得为她婆婆养老送终，她百年归西，你就得当孝子，摔盆打翻一样不能少，懂了吗？啊？这哪是娶媳妇儿啊？这不等于卖给他们家当牛做马吗？哎，那你刚才答应的那响亮的啥？是个汉子就别耍赖，牛高马大的人，你再不戒了赖子这个秉性，往后就别到我家，让我给你们办案。给句痛快话，干还是不干？干！我告诉你，史赖子，别以为你帮我瞒了事儿，过了关你就真得了便宜，想跟我分一个背锅子，门儿都没有。啥？二大，我娘你婆子都商好的断定的事儿了，你想反悔啊？那是你们合计占我便宜，我才不干嘞！哎，你快拉倒吧！你那便宜都让那戏子占光了，谁我还占你便宜？我告诉你，我的小爷爷能要你，你就偷着乐去吧你。我爹哪能算计你啊？你不想想，
福根没了，你家日子本来就难过，换纱坊又结了，你上哪儿讨饭吃去？那朱梅能指望得上吗？你不寻过她没寻着吗？啊？那我也不能跟了他呀！你瞅他长那个德行，猪八戒见了他都觉得自个儿长得俊呢。啥？你还嫌弃我？你也不照镜子瞅瞅你那熊样，老虎见了都怕你。你说谁？说谁老虎啊？说你呢？再说一句！再说一句！说你！再说一句！哼，这打的什么仗？不让打鬼，打老八。这是上峰的命令，我们也不能违抗军令啊，营长。活见鬼了！驻扎这么久都不让动，那还不如学那半人半匪的老八，烧鬼的炮楼，抢鬼的枪炮。这话可不能乱讲啊，营长。少爷，少爷，邵营少爷来找您来了。你们下去。啊，是。这大秀才大驾光临，是讨吃啊，还是讨打呀？找你有正经事儿。你还有正经事儿？说，想请你告诉我你部队的番号。番号？干啥？你小子是吃腻歪了，还是脑子转筋啊？怎么着？想上上面告我去？说说我听听，告我啥？我还没治你呢，你自己偷着乐，还番号？原来是杂牌军，没有番号。好吧，等等，你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啊？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我就是想知道是哪支精良的部队，培养出你这么个德才兼备的守将。还有什么要说明白的吗？你别给我吃糖蜜。行，我告诉你，我是9战区62团7营的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记住了，谢了。哎，你今天来到底要干啥？我想参军，当兵，抗日救国。虽然不知道哪支部队好，最起码别去孬的部队就成。所以特地来问问你的番号。你小又他妈骂我是吧？好，我老实告诉你。你要到我们那儿当兵，我们还真消受不起。别怪我这当亲戚的没提醒过你。从咱这地界往北面去，有个新四军，还要叫八路军的。到那儿保准你吃香的喝辣的，不出2、3年，准保你升官发财，当个团长啥的回来威风威风。我说的你听见没有？跟你这种人说话，就好比是牛角牡丹，像吃了根草。头脑，你别老跟我这咬文嚼字儿的，要不要咱俩打2架？啊？怎么着？不敢了是吧？就知道你不敢。我不会再跟你动手了。为啥？因为跟禽兽动手只有3种情况：第一，打得过禽兽，那就是比禽兽还禽兽；第二，打不过禽兽，那就是禽兽不如。那咱俩要打平呢？那就是和禽兽没什么两样。我在我的命里活，数不得几度春色，少一份恨太少，多一份太多，一梦一境又如何？呀，快看，真好看！为了爱在心里活，你放
往生满怀寂寞，看青春渐凋落，随心路奔波，辗转平生又如何？是苍天做主，让恩爱刻骨，又让恩爱成陌路。等清澈了心湖，今儿开始就是咱寡妇了。流云日出换日暮。葡萄，哥带你走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。这家没了你，没了我，爹和娘谁来伺候来的？美丽的人被天妒。葡萄，哎，还不睡呀？灯油不费钱呐。君子，你娘来！哎，走。不好在家待着，出来跑什么呀？回去吧！你给我回来！你疯了！你要去哪儿？不许走，跟我回去！我要不答应呢？那我就一直跟着你。什么事儿啊？寡妇嫂子跟大白子跑了，以后咱们家这脊梁骨都能让你给戳折了。胡咧咧啥呀？作孽呀！葡萄不是跟他跑了，是要把他追回来。追？他追顶什么用啊？正好
俩人合起伙来私奔了事儿。这葡萄就跟你的亲闺女一样，你还不知道她呀？她能办出这种事儿来，那她就不会嫁给铁脑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她去追一天，你的儿子就能多保命一天，知足吧。这边有客栈吗？就在前面。前面？对对对。谢谢。全中国就等着你一个人救了，连只鸡都没杀过的人还想上阵杀人？你要真战死了，那也算英雄；要是败下阵来，那不是给老孙家丢脸吗？你非要去送死，没人拦着你，只是你踏出这个家门，我们全当你死了。我要买车票去北边了，你还跟着我吗？你跟我家去。我不跟你回去，你又能怎样？那我就盯着你，不叫你干那卖命送死的事儿。你不忍心看我去送命，你也有心软的时候。我一直以为你都是铁石心肠的。葡萄，既然跟出来了，跟我一起走，这不正是咱们想要的吗？那可不一样，我跟着你又不是为了跟你一起走。你赶紧跟我回去，爹娘等着嘞。快点儿！你就犟吧，我去买票。甭想甩了我！我把行李放在这儿让你看着，我能跑到哪儿去啊？我真恨我自己。鬼子来了，镇上一下子没了那么多险情，我弟弟都被害死了，这一切我却无能为力。我空读了那么多年书，还说什么爱国爱家，可我现在别说得给铁脑报仇，我甚至连像银虎那样去前线当兵，跟鬼子拼命的门路都没有。我除了孝敬爹娘，承欢膝下，
可整天被这些农事儿、儿女情长琐事绊住之后，我还有什么用？什么用？